上集講到基層市民有得揀，除咗簡約公屋，仲有過渡性房屋俾大家選擇。支援非政府機構推行過渡性房屋項目的資助計劃評審委員會已經喺去年9月通過咗過渡性房屋更靈活調節甲乙類住戶比例嘅安排，有空間幫助更多有迫切住屋需要嘅乙類申請者。截至今年2月，已經有超過18000個過渡性房屋單位投入服務，為一個個入住嘅家庭改寫生命。各個過渡性房屋項目嘅營運機構都會按自己嘅服務特色同專長，為住戶提供多元化嘅支援。有項目提供中西醫嘅服務，有項目嘅營運機構有強大校網，有項目毗鄰工業城可促進就業，有項目鄰近港鐵站方便出行。而唔少項目都有零售、餐廳等配套，每一個項目都為唔同需要嘅市民提供咗選擇。我哋都睇到搬入過渡性房屋住戶一個個真實嘅反饋，好開心啦，又高大啦，環境又好，空氣又好，啲仔女都開心咗，佢哋啲學業都進步咗，我自己都身體都好啲，經濟上好啲啦，平一半租金喎。希望喺社福團體同社工嘅支援下，有需要嘅市民都會踏出一步，喺呢啲措施作出適合自己嘅選擇，同我哋一齊告別劣質劏房。